個港人治港的故事，第32章，三藩市播道會的故事，作者蘇永睿。30年來，家國49里山河，鳳閣龍樓連刀板，玉樹瓊枝片柯羅，幾層識基督。一旦歸為神奴，哪怕身心消磨，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友猶唱別離歌，垂淚的蘇 Sir。呢首詞係我喺2000年離開三藩市播道會嘅時候，心有所感而寫成。1987年8月，最後一個主日，三藩市播道會華埠福音堂正式舉行第一次崇拜，地點就喺 Francisco 初中中學。參加崇拜人數大概有150人。崇拜之後，我哋一齊食午飯，開開心心、高高興興慶祝教會嘅成立。但點不知唔夠幾日，我哋就收到 Francisco 中學校長嘅來電，佢話學校發現校舍有石棉啊，唔適宜借俾外面嘅團體使用，於是就要終止我哋喺 Francisco 聚會嘅合約啦。呢個消息真係將我哋嚇咗一跳，我哋要喺幾日之內另外揾一個新嘅地方聚會，又要通知各弟兄姊妹呢個突然嘅轉變，一時真係手足無措。但係神嘅恩典足夠我哋使用，佢感動咗喺 Filbert 街加寮小學嘅校長仗義幫忙，借出校舍俾我哋使用。如此我哋每星期就可以喺加寮學校聚會，直至到喺1989年，我哋喺 Union 街買得新嘅堂址為止。加寮小學位於 Filbert 街嘅山頂，要沿經一條非常斜嘅馬路先至抵達嘅。我常常鼓勵嗰啲弟兄姊妹話，我哋就好似舊陣時朝聖嘅猶太人一樣，去耶路撒冷嘅錫安山朝聖。我哋教會正係位在呢個錫安山上，每逢星期日，我哋就要上錫安山朝見我哋嘅神。起初學校開放操場俾我哋用，作為泊車之用。後來因為驚住嗰啲車漏油啊，喺個操場裏邊引起不便，於是咧就取消咗啦。我哋只能夠步行上山。對嗰啲上咗年紀嘅會友嚟講，我非常欣賞佢哋上山敬拜嘅心志啊。事實上，我哋能夠使用加寮小學嘅關鍵人物咧，唔獨乎在呢位校長，更重要咧係學校嘅校役。起初校長坦白對我哋話，如果校役先生唔願意借出嘅時候咧，我哋就冇辦法啦，因為開門關門都係教佢嘅。感謝神，呢位校役先生非常樂意幫助我哋。後來當我哋搬去新堂 Union 街個新堂址嘅時候，佢曾經擔任過我哋做堂役一段頗長嘅時間，亦都成為我哋嘅好朋友。為咗維持我哋同加寮小學嘅關係，我每星期都到學校做義工，向4年級同埋5年級嘅學生講《水滸傳》啊！我係用英文講嘅，仲記得講到黑旋風李逵嘅時候，嗰啲非洲裔嘅同學聽得津津有味，當咗佢係英雄人物。喺聖誕節，校長就邀請我喺學校聯歡會扮演聖誕老人，分派禮物，或者佢哋以為我個身材適合呢一個聖誕老人呢個角色啦。我哋建立三藩市播道會，並唔係因為我哋對舊時個教會不滿，而懷住一種強烈嘅使命感，呢個先至係我哋真正嘅目的。喺三藩市華埠建立一個以神嘅話語為中心嘅社區教會，所以當我哋尋覓堂址嘅時候，我哋就會諗到用華埠嘅地區作為我哋嘅基址。神預備咗加寮小學作為我哋聚會之用，又為我哋預備咗喺 Sacramento 街一層樓作為辦公同埋團契之用。我哋教會嘅模式，我哋稱為3E模式，
所謂三 E 啊，第一個 E 就係 evangelism 廣傳福音，第二個 E 咧就係 establishing 呢個係造就門徒，第三個咧 equipping the saints 造就裝備信徒。首先講講廣傳福音呢個事工，我哋除咗有福音聚會之外，仲有福音聖言經啦、個人佈道訓練啦、福音營啦等等傳福音嘅事工。我哋仲有唔少嘅社區服務作為福音嘅義工。每逢星期五咧，我哋有英語補習班，我哋借用喺 Kearney 街嘅 Chinese Education Centre 替新移民補習英文。全盛時期我哋有100幾個學生參加，其中唔少後來成為基督徒，參加咗我哋教會，成為會友。記得好多年之後嘅一日，一個補習班嘅學生從 Florida 州打電話俾我，多謝我哋教會嘅愛心幫佢，以致佢一家可以喺美國安頓，後來更搬到去 Florida 居住，並且參加咗當地嘅華人教會。我聽到之後好受鼓舞。其實好似呢位弟兄嘅見證好多，唔少成為咗我哋三藩市播道會活躍嘅會友。除咗星期五嘅英文補習班，我哋另外仲設有中文學校。每逢星期六上午，我哋就有中文學校，幫助嗰啲土生土長嘅細路學習中文同埋中國文化，從而有機會向佢哋同埋佢哋嘅家長傳福音。喺全盛時期啊，中文學校有100幾個學生，我哋中間有啲會友，正係因為佢啲仔女參加咗我哋中文學校，後來認識咗耶穌而參加咗我哋教會嘅。仲有我哋有周日嘅學生中心啊，呢個係為咗嗰啲讀中學啊、小學啊、新移民而設嘅英文補習班。我哋除咗教啲英文之外，並同佢哋建立關係，帶出邊露營啊，帶去參觀一啲嘅大學啊，尤其是 UC 嘅大學啊，希望鼓勵佢哋努力讀書，將來會進入一間好嘅大學，跟從而帶領佢哋信耶穌。記得好幾年前，我被邀請去加新嘅家庭營講道做講員，竟然之間遇上從前學生中心一啲舊同學，佢哋都信咗主，真係令我非常鼓舞。學生中心一啲嘅同學常常3、5成群喺教會門前呢踎喺度食煙啊，於是引起啲鄰居不滿嚟向我投訴啦。我就問佢哋啊，你希望啲年青人到處喺街流蕩惹是生非啊，就係即係話咧將佢韞喺教會裏邊好啲咧？佢哋立即明白我嘅意思，不但不再投訴，仲更加鼓勵我哋做多啲，因為呢件係一件好事嚟。我哋仲有天南地北喎，每逢星期二教會舉行天南地北，我哋參加嘅咧包括有唔少嘅男士們啦，佢哋好中意咧，好似香港嗰啲維園阿伯咁樣嚟參加。咁呢個天南地北講咩咧？名副其實，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包括美國同埋世界時事嘅分析啊。每一個星期我講一首唐詩，解釋一唐詩啊，講下中國歷史啊，百年神州風雲人物啊，講下情緒同埋家庭問題啊，健康常識問題啊。唔少退休人士或者咧係一啲婦女都嚟參加，尤其是啲男士咧就特別中意嘅，有啲遠道從 Waller Creek 坐巴而嚟參加嘅，亦都有唔少信咗耶穌參加我哋成人團契啦。另外我仲負責一啲電台節目啊，每星期一次我同胡章超先生喺電台主持一個叫屋檐下嘅節目，想唔到呢個節目喺灣區頗受歡迎，更有人因此而認識神。我哋每逢暑假咧，我哋亦都有暑期學校，有80幾嘅細蚊仔參加，我哋有唔少傳福音嘅機會，唔單止係向學生，亦都同佢哋嘅家長分享信息，真係一個非常非常有意思嘅一啲嘅侍奉。所以喺傳福音方面啊，三藩市播道會喺華埠呢一個咁戰略性嘅地方咧，實在有好多機會。仲有我漏咗嘅咧，
就講嘅入籍班。1980年初，由於美國經濟衰退，政府想削減啲福利開支，唔少有綠卡仲未入籍嘅華僑呢，好驚失去咗佢哋嘅福利，分分鐘呢就係申請入籍啦。對一個唔識英文嘅華人嚟講呢，入籍考試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喎。入籍官用英文考問申請者有關美國嘅政制同埋歷史嘅問題，雖然問題不外乎預先編定過100條題目，但始終對一個唔識英文嘅人嚟講呢，實在非常困難嘅。教會有見及此，於是就開設咗一個入籍班，讓社區人士可以免費學習同埋預備。我常常同嗰啲同學講，一般入籍官都好體諒我哋華人嘅需要嘅，所以唔需要擔心，只要佢哋勤力啲讀書，讀熟嗰幾條，咁多數通過機會好大。喺入籍考試裏邊咧，考試官通常都係問嗰幾條題目嘅啫。第一，美國政府有幾多個部門？咁你個答案就好簡單，記住就得啦。3個部門啦，跟住佢都問係邊3個部門啦，我答案就會複雜啲啦。Legislative、Executive、Judicial 立法、行政同埋司法。佢哋聽到就話：你講乜嘢啊？蘇牧師，好深喎，我點識答啊？我就笑笑同佢講話，其實唔係咁深嘅，好簡單嘅。第一個部門咧，你可以用廣東話話拎住你條褲，拎住你條褲咪 legislative 咯。個發音同 legislative 好相似噶，你個個都識拎住你條褲啦，係咪？咁咪拎住你條褲，咁啊 legislative 呢個咪就係第一個咯。第二個部門係咩？X 佢條褲咯 ，executive 啊嘛，呢個咪 X 佢條褲咯。第三個係咩？逐啲數咯，做啲數啊咪逐啲數咯。記住啦，第一個係拎住你條褲，第二個 X 佢條褲，第三個逐啲數。咁呢個咪就係美國嘅3個部門咯。嗰啲阿伯阿嬸聽到之後咧，個個都笑口啊！哇，原來咁簡單啊，幾有趣喎！我就記得有一個80幾歲嘅長者係我哋入籍班嘅同學，入籍官就問佢啊：美國政府有幾多部門？佢立即答 3。哇，好嘢好嘢！跟住就問佢邊3個部門啦？佢就話拎住你條褲 ，X 佢條褲，做啲數。哇！個入籍官驚嘆呢個老人家咁厲害，於是咧就入籍最難嘅一關就要考佢啦。入籍最難嘅一關係咩咧？就叫佢問一個句子，叫佢寫翻出嚟，串埋出嚟。呢個係入籍最難嘅一關，因為你唔知佢問邊個句子，佢任佢講一個句子嘅。咁於是咧，通常每一個咧阿伯阿嬸去考試嘅時候咧，我就同佢捉題目，同佢訓練嘅。咁呢位阿嬸，呢位阿毛咧，佢係有5個細路噶，好少見有5個細路咁多啊嘛。咁我估嘅入籍官咧，梗係問佢，叫佢問一個句子就 I have 5 children 咁啊。於是咧，我就幫佢咧練習寫呢個 I have 5 children 啦。點不知去入籍嘅時候，考入籍試嘅時候，個入籍官問個句子咧，就唔係我預備嗰個句子喎，稍有更改。佢問個句子係咩？佢叫佢問 I have 5 sons。佢突然間打咗個愕，咦？蘇牧師叫我話 I have 5 children 喎，佢如果話 I have 5 sons，點算啊？原來我忘記咗問佢啊！我以為5個梗係有男有女啦，所以咪 children 啦諗都諗唔到，原來5個都係仔嚟嘅，5個都係男孩子嚟嘅。好彩啊！我之前咧，我就補咗
後路先。我話如果個入籍官問一個句子唔係呢個句子，你又唔識，你又唔知佢講乜嘅時候咧，唔緊要，你寫翻呢一句得噶啦。咁於是咧呢個阿毛咧就記得我所講啦，佢就唔寫 I have 5 children 啦，因為佢就唔寫 I have 5 sons 啊，因為唔知佢 sons 係咩，佢就照寫翻佢平時練習嘅 I have 5 children。個入籍官一睇，哇，好嘢喎！你梗係覺得個新字太淺，所以改用 children 呢個字更加適合啦。pass，你通過啦，合格啦，入籍啦！哇，開心到佢咧，真係幾開心啊！翻到嚟我哋個入籍班，分享佢嘅經歷，仲買啲點心啊、叉燒包啊、蝦餃啊、燒賣啊，同同學分享。我對呢位長者話：喂，你知唔知你仲有另外一個入籍試要考㗎？佢嚇咗一跳啊！一個咪夠咯，仲使唔使考啊？我話唔係美國入籍試啊，天國入籍試啊，呢個唔使考㗎，你只要信耶穌咧就可以入天國籍㗎啦。佢笑笑口對我話：我認真考慮，認真考慮。事實上啊，唔少嘅長者係透過啲入籍班認識咗耶穌。我哋講講造就信徒呢方面啊。三藩市播道會有3方面係做呢一個嘅造就信徒：崇拜、教育同埋關懷。喺崇拜方面，我哋有中文堂崇拜，有英文堂崇拜。後來咧，中文堂嘅人越嚟越多啦，我哋加多一堂中文堂崇拜。所謂中文堂全部廣東話嘅。咁另外加一堂嘅咧就比較咧係針對嗰啲慕道者嘅朋友、未信嘅朋友、尋道者為尋道者而設嘅。講堂嘅信息咧係以解經同埋應用為主。教育方面咧，我哋又釐定咗成人主學嘅系統啦。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夠完成下邊6個基本主學課程：福音聖言經啦、成長路啦、信仰與生活啦、新約中覽、舊約中覽、基礎神學。希望咧佢對基督教有一個完整嘅認識啦。除咗上述嘅6個基礎課程之外咧，另外仲有啲書卷研讀啊、處理壓力啊、情緒啊、基督教倫理學啊、教會歷史啊、婚姻戀愛課程啊等等，務使人人上主學，學到神嘅話語啊。最後係一啲關懷嘅事工啦。佢特別強調教會應該係一個極之有人情味嘅地方，好似自己嘅家一樣，唔流於制度化，唔僵化，唔徒有形式嘅機構。我哋每年都舉行培靈佈道、培靈研經會，好叫我哋有更多機會相交、研經、讀神嘅話語。我哋希望建立一個不住禱告、不住學習、不住關懷嘅文化。呢個係我哋嘅異象，同埋亦都係我哋要走嘅方向。正當我哋成立三藩市播道會華埠福音堂之際，發覺原來三藩市早已經有另外一間華人播道會嘅。喺1964年2月，謝憲凡牧師喺西差會傳教士梁桂文牧師嘅鼓勵之下咧，就鑒於三藩市新移民日多，日益增多，福音工作需要極大，於是就喺 Mason 街1858號開始咗家庭聚會，隸屬美國播道會，屬於佢轄下嘅福音機子。冇幾耐喺謝牧師同埋謝師母領導之下咧，到1972年教會稍有規模，就喺列治文區買得個堂址，繼續發展福音嘅事工。佢哋有講廣東話嘅，但大多數都係操英語嘅土生華人。到1989年4月，我哋2間播道會嘅弟兄姊妹，鑒於三藩市華人福音堂福音工作嘅需要，經過禱告同埋商討之後，決定合併成為一間教會，改名就叫做三藩市播道會。列治文嘅堂址就改為教會團契中心，崇拜地方仍然喺加菲嘅小學。由於英文堂人數大增，除咗當時我同埋另外一位女傳道 Vicky 負責牧養之外咧，就再冇同工啦。後來咧，請得三一神學院嘅畢業生Brian Fisher 為英文堂嘅傳道。我另外一間嘅教會亦都係分別出嚟，而家係成為咗我哋從另外一間教會分別出嚟，而家又同另外一間會合併，所以一分一合。神嘅工作真係非常奇妙嘅。
當教會開始發展，我哋不住祈求神為我哋喺華埠預備一個堂址，睇嚟係一件非常非常困難嘅事，因為華埠揾一個合適嘅地方作為教會之用，實在機會微乎其微啊！但我哋一直住有一間叫喺 Union 街嘅舊教堂，呢個教堂本來係西人美以美會嘅物業，喺20世紀初年嘅時候開始使用，後來改用為戲院，之後又改為劇院，最後租俾一間叫 Daisy 嘅托兒所使用。我哋曾經同美以美會聯絡，希望購得佢個物業，但對方無意出售啊。有一日，一位會友路經過 Union 街嘅時候，竟然發覺一張出售廣告牌擺喺屋前喎。哇！我哋好開心，嗱聲同個業主聯絡，但可惜遲咗一步啊，就已經俾一個發展商收購咗啦。我哋只能夠對業主話，如果買家退出，我哋就願意購買。神嘅計劃就好奇妙啦，冇幾耐，呢位買家果然間退出，因為鬆寧嘅問題，佢不得不放棄。於是我哋就順利購得呢個物業，但係我哋仍然需要解決3大問題。第一，我哋點樣處置現時嘅租客呢？因為現時呢個 Daisy 托兒所呢係租咗呢度用嘅。第二，我哋申請重建嘅牌照係經過公聽嘅程序，喺三藩市重建工程係非常複雜同埋難以預計嘅，工程可能有人提出反對，就因此而受阻攔噶啦。第三，財政方面，我哋預備一大筆錢嚟購堂，並且要賠償 Daisy 托兒所並重建嘅費用，呢一筆係大嘅數目嚟嘅。首先講到處置租客 Daisy 托兒所嘅問題，諗唔到 Daisy 非常合作，完全接受我哋俾佢合理嘅賠償，並答應喺租約仲未曾完成嘅時候就搬走。至於申請重建牌照嘅公聽會，我哋被安排喺最後嘅一個個案。我哋約定咗80幾個會友，希望一早咧就霸晒嗰啲房間嘅位置，令到嗰啲職業性反對者無位可坐。我哋就等上一個嘅個案傾緊，仲未完結。等到4點鐘都仲未完結，等到5點半、5點15分都未完結，我哋開始有啲驚啦。究竟點解會咁耐呢？就喺呢個時候，突然之間，我哋發覺一個韓國人面色憤怒，跟住一個白人大聲理論，其後一大群韓國人加入。呢個白人見到勢色不對，連忙逃走。我哋原來先知道發生咗咩事。原來呢位白人嘅朋友係一個反對者，喺公聽會裏面反對韓國教會嘅重建，於是雙方就爭持起嚟，最後唔能夠通過，工程因此而阻滯下嚟。我哋見到呢個情況，當我哋一出嚟嘅時候，我哋個個就湧入個房間，全部係自己人。個反對者見到咁嘅情形，嗱聲走啦，驚住有咩事啊嘛。公聽會唔使10分鐘就搞掂，順利通過，我哋個工程可以如期進行啦。最後係財政問題啦。我常常同弟兄姊妹話，錢絕對唔係一個問題，信心先係我哋嘅問題。列治文播道會嘅弟兄姊妹好好，願意買咗呢個列治文嘅物業，資助三藩市播道會購買 Union 街嘅堂址，再加上弟兄姊妹熱心奉獻，我哋所需嘅苦項好快就籌足，喺幾年全部借貸還清，真係神極大嘅恩典。1989年我哋正式搬入新址，並且得到香港嘅歌星黃海欣同埋佢嘅丈夫一齊嚟主持一個音樂佈道會。當晚座無虛席，人山人海。我負責講道。嗰晚佈道會有幾十人決志信主，真係一件極有意義嘅開始。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究竟三藩市佈道會係一個乜嘢嘅教會呢？經過教會好多年嘅成長，聚會人數已經達到400幾500人。喺90年代初期，教會邀請咗一個教會增長專家嚟調查下我哋教會嘅情況。以下一啲非常有趣嘅資料。
當時教會人數聚會大概係400人度，填寫呢個問卷有318人，即係話咧都佔幾多嘅人係有回應嘅。不知廬山真面目，經過呢個調查之後咧，我哋對我哋教會就稍有認識啦。我哋教會平均嘅年齡咧，三藩市播道會咧就係42.3歲，比較下美國教會嘅平均咧係45.8歲咧，稍為後生嘅。男女比例係點樣咧？三藩市播道會喺調查嘅時候啊，男咧係佔41%，女咧係佔咗59%。比起美國嘅教會咧，44% 係男，46% 係女。所有美國嘅教會，包括我哋教會在內，女係多過男嘅。不過咧，三藩市播道會咧就更加犀利啲添。婚姻狀況係點樣咧？三藩市播道會以單身嘅人士婚姻狀況單身人佔48%，而美國嘅教會平均嘅數字咧係23%。點解係咁咧？因為三藩市播道會咧當時嚟講咧係比較後生啲，有唔少嘅青年人喺度，所以單身嘅人咧係多咗啦。一般嘅情況係家庭有兒女嘅數目，即係話咧有啲係有家庭嘅人，佢哋嘅仔女有幾多咧？三藩市嘅播道會咧就係2.4，美國平均教會係2.6。教育程度咧，三藩市播道會係有13.6年嘅教育而美國教會係14.5嘅教育。再婚嘅家庭，三藩市播道會有4.5%，美國嘅教會咧係有11%。中國人始終比較保守好多。距離教會有幾遠啊？呢啲弟兄姊妹喺三藩市播道會咧，大概係28分鐘坐車啦，即係坐車或者其他咧係需要28分鐘，半個鐘頭嚟教會嘅。比起美國平均教會12分鐘咧，就似乎遠咗啲啦。職業嘅情況又點樣啊？三藩市播道會白領階級嘅咧係佔54%，比較喺美國教會48% 咧係高啊。藍領咧，三藩市播道會同成個美國教會差唔多，成個美國嘅教會差唔多，都係15%。待業人數咧都係3%。退休嘅咧，三藩市播道會退休人士係多啲喎，差唔多20%喎。平均喺美國嗰啲退休人士只係13% 啫。就職嘅母親喺三藩市有38%，其餘喺美國咧就冇統計過。大學生嘅比例咧，三藩市播道會係佔18%，美國嘅教會只係佔9%，即係話咧年青人咧，三藩市播道會係多過平均嘅美國嘅教會啦。至於每個家庭平均嘅收入係幾多咧？三藩市播道會每年嘅年薪咧係34,388，比起美國教會佢哋嘅會友年薪咧係39,973，係稍為低嘅。奉獻嘅人數係點樣咧？喺三藩市播道會係6.2%，即係平均每一個家庭係奉獻佢哋收入嘅6.2%。咁樣美國教會嘅咧就係6.4%。屬靈嘅狀況又如何咧？係三藩市播道會清楚自己係重生得救嘅咧係有94%，但係美國教會係有97%。慕道嘅朋友係0.6%，美國教會係0.4%。唔清楚自己嘅信仰嘅咧，三藩市播道會有5.4%，美國教會係2.3%。喺教會本身認識耶穌、信耶穌嘅咧，三藩市嘅播道會竟然係佔咗41.5%，即係話幾乎個教會差唔多有一半嘅人係透過三藩市播道會而信耶穌嘅。至於美國嘅教會咧，只係18% 啫，即係話咧，三藩市播道會喺福音工作咧係做得非常好。信主嘅年日，三藩市播道會係26年，美國
係18年美國平均嘅教會。喺本年內信主嘅咧，三藩市播道會有 6%， 喺美國嘅平均教會只係佔 2%。點樣信耶穌嘅咧？喺三藩市播道會大多數係透過福音性研經透過查經班透過電台透過親戚朋友介紹嚟教會透過崇拜而認識耶穌。比起美國平均嘅教會咧，大多數咧係透過父母居多嘅，即係話咧三藩市播道會嘅福音工作咧係做得唔錯嘅。最欣賞係乜嘢咧？三藩市播道會嗰啲會友最欣賞咧就係講道啦、教牧嘅人員嘅熱誠啦、福音嘅純正啦、崇拜氣氛啦。同樣咧喺美國嘅教會裏邊都有類似嘅情況出現。最需要改善嘅地方，三藩市播道會係乜嘢咧？報道都係差唔多，佔40幾個%。無論青年工作單身工作婦女工作、男人工作都係一樣。從上述嘅睇嚟，我哋可以略略知道三藩市播道會嘅強項同埋弱項。福音工作做得唔錯，41.5% 嘅會友係藉着教會而信耶穌，係比起美國教會平均嘅 18.1% 高得多。其中福音性研經嘅效果係最大，有 41.2% 係表示喺福音性研經信主，呢個係一個相當高嘅數目。大學生嘅比例亦都相當高，有 17.9%， 而退休人士亦都唔少。普遍嘅會友嗰啲教育程度咧，情況係比一般嘅美國教會咧係稍為低啲嘅。想起嚟，神喺三藩市播道會嘅恩典實在好大。喺短短10年之間，教會由150人增長至到600人，並且喺 Fremont 開設咗分堂。我非常欣賞弟兄姊妹嘅委身心志，負起各樣嘅事工，無論喺教導關懷行政傳福音嘅事工，都積極嘅參與。佢哋唔單止激勵咗我，亦都成為我嘅榜樣。